南气流发挥着威力，高雄山区的雨量全国路上最，达到超大豪雨的等级。有几来地头土石放落来，主要拢集中伫个六股。六股中心里的里长讲，因的里内有5条红色的警戒区，全部放车。加在受灾户拢已经撤离到收容中心。土石流直直冲落来，卡土机无形次次伫咧做事。这是高雄六区中心里土石流红色警戒区，全部高度戒备。5条的红色警戒区已经拢是放啊，目前是无锁区，因为是2工前，我已经拢甲阮的迄个受灾户撤离到迄个阮的收容中心。汤面有土石流啦，所以他要一直不断的去挖它，然后等雨比较缓和了，才会有办法再一直往上清淤这样。里长四界孙参水，工程人员嘛会透早6点就开始无形到清理。六股山顶四界拢是这个卫兵。茶甲石头全部蹲伫咧路中，影响交通。雨继续伫咧落，就算怪手继续伫咧清石头土沙，嘛是无法度随复原。叫阮囝唔好落来啦。为什么啊？危险啊！即马落来，路啊会落石头危险啊！若放弃你也唔知影。六股大桥老龙溪溪水中悬涨超过2公尺，一直冲浪桥墩。受到西南气流影响，雨直直落，昨天门溪嘛发生溪水涨水状况。山尾大桥水管尾当伫咧清水道，基居所海气掉伫咧溪遐，看起来真危险，加在无人受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